縮住嚟踢㗎啦。咁啊問題就嗰啲攻擊係交翻俾邊個咧？安永佳 hold 唔 hold 到個波咧 ？hold 住個波好緊要啊，就 hold 唔到個波。始終都係得個位唔夠實啊！有陣時啊，因為你打中鋒嘅時間背住人，如果你得個位實啲嘅時候，你回到波俾自己隊友咧，你俾翻啲威脅啊，對方都好緊要啊！咁啊落翻晒去先啦！而家我諗安永佳都會咧就再鬥心些少添啊！孫明謙就打過偏右手邊嘅位置啦，再後啲咗個阿華頓添嘅，即係而家阿華頓同埋孫明謙咧呢個防守嘅陣式都偏右手邊多啲。再諗到上嚟至巴文。好啦，阿華頓開始就向翻前少少位置對翻住個位，錯發高波 set 個二傳冇問題，快步清走李小恒，再 set 個二傳，今次嚟自安永佳嘅。哇！而家去到緊張時刻，係啊，講緊就領先一球波，領先優勢真係唔多，但係人數就反而對面有優勢呢個時候。哇！真係眾志成城啊！而家每人多走一步啦。我諗佢都好多啲側邊嘅波傳埋嚟啊，不過射波都要小心啦，出聲啊嘛要啊，個波頂翻轉頭。咁啊，防守差唔多類似就4-4-1㗎啦嚇，而家少咗一個啦，變咗4-4-1嘅防守咁樣。中堅又靠晒呢行鍾樂安，加埋陳俊一兩個，放到高波落去冇問題，一仔頂翻走先。再掕翻順，阿華頓上翻腳，搏嗰個犯規 OK 嘅。而家更加需要多啲搏犯規戰術，因為時間係對手敵人而唔係我哋敵人啊嚇。係啊，伊斯林攞咗個黃牌，哇！咁啊開始都球證都執法比較都開始嚴啦。哇！呢個波根本都踢唔到波嘅，有啲喺個後邊度夾硬落腳㗎，黃牌應該直俾啦呢個。當時根本喺後邊掃落去嘅，呢球波又唔使拗啦，一定係黃牌啦。呢個係啊，法謙都入嚟喎，入踢摩沙連喎，法謙上場打正選嘅嚇。23歲翼鋒球員法謙，穿係11號戰衣，咁入替咧就後生仔摩沙連先啦。咁上屆孟加拉聯賽都入咗6球波啊，法謙啊！好，顧翻啖水先啦，慢慢嚟唞順條氣。係啊，如果利用時間俾隊友提供翻多啲回氣機會，絕對係，都係贏波藝術之一嚟㗎。冇錯，呢樣嘢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即係俾自己嘅隊友係休息下啦。咁啊，亦都令到對方咧就心急啊。咁啊，再開嘅時間咧，佢哋一定要心急，啲時間就越嚟越少啊。好啦，包位包好啲啊！數45489啊，45,489人。多過上次對印度添啦嚇，上次係42,000幾入咗場，咁我哋單計真係入咗場嘅人數啊嚇，仲可唔可以到 ？OK 啦，咁我哋數字就繼續再創新高啦。如果單計港隊比賽，唔計一啲純愛隊嘅表演賽的話，呢個數字係非常之好啊！咁希望大家對港隊嘅支持。呢1-2年對港隊嘅熱情嘅提升，我哋要 keep 住落去呢一團火啊嚇！無論任何嘅比賽成績，我哋要 keep 住團火 ，keep 住個熱情同埋嗰種咧就忠誠嘅態度啊！對於咧就本地嘅足球，係咁啊，變咗令到睇呢啲波嘅人都有啲即係好大嘅興趣啊！余子南撩到埋嚟啊，俾對手快步清翻走先，呢邊快頂，再鬥個高波笠到馬龍門口，門將馬接殺先啦。呢邊啊，氹翻後㗎啦，爆炸頭查祖利今日個表現就一般啦嚇，咁啊喺後邊就箍下個波，咁啊冇咩特別見佢嗰個嘅好大嘅作用住。咁我有朋友啦，話説之前搭飛機咧就同成隊孟加拉同機添啊，佢應該係經泰國轉機嚟香港啊，佢哋選擇。再扯到埋先啦，啱頂翻走先，仲有呢個鍾樂安 ，OK 嘅，頂翻走先啦。係啊，而家嗰啲高波會多咗㗎，尤其是啲中堅球員啦，要謹慎啲啊，因為好多時你睇喺中間啲位置，佢哋踢唔到埋嚟，都係運用去邊啊。都係卡斯嘅高波 ，OK 啦，呢迎面而來高波唔係太驚你啊，講咧其實就再頂。
哎呀，彈到地添喎 ，set 翻轉嚟諗住餵俾查祖利唔得啫。咁都係講到快步清就嚟自孫銘謙先啦。咁我朋友就同成隊孟加拉又同機啦嚇，咁佢就話查祖利其實就冇咩特惠嘅，其實佢同成班隊都係一齊坐2con 嘅啫嚇，冇特權。咁呢個係啱嘅嚇，一隊波就係一隊波。係啊。冇話因為你係大球星，你踢過英超，咁你就有啲咩特權啊？有咩特別嘅優惠？佢都一齊坐2con，咁佢就坐最後排喺度打機咁樣啦。見到佢都幾開心嚇。唔知呢場賽事就睇你講到可唔可以開心到最後啦。我哋連埋補時都仲有超過10分鐘啊嚇，希望頂到頂埋去，咁啊大功告成1比0㗎啦。呢邊啊不停咁尋求香港隊嘅漏洞，咁啊所以就嗰個要走動多啲啊，要乜人比較緊啲啦。波攞到㗎啦，但有冇計咧傳入嚟？揾唔到射波啊！傳咗好多腳㗎啦。好啦，足夠人喺度嘅，小心㗎啦，吸翻轉頭右腳，個波彎到埋去遠處位，再 set 危險。最後呢個波就俾佢搏到啊！咁樣 set 埋嚟，10號嘅拉基賀新嘅入波啊，慘啊！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亦都係夠快啊，佢起碼出腳。好啦，1比1重新嚟過啦嚇，拉基賀新嘅入球協助作嘅孟加拉追成1比1平手先。咁但係孟加拉球員就非常之興奮啊嚇，11個打10個之下，亦都把握到一次機會。其實成場拉基賀新黃金餐市又唔係太多。再睇多次啊！長傳轉向啦，空晒個波 set 埋嚟，配合到啊！佢係飆得好快，真㗎拉基賀新。咪先係法希馬左擺右擺，擺脱咗艾華頓，送長傳呢邊伊斯林 set 到埋嚟，然之後插埋去，搶快一步先啊！拉基賀新呢個波都夠快嘅嚇 set 埋嚟，咁啊變咗咧就配合到。咁始終人數上面有優勢咧，咁啲孟加拉都希望善用翻個球場闊度。